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字。实在讲，咱若想到上元，即马讲做台湾灯会，一关市，逐年咧办拢无相共。古早人讲到上元，一定定着会想到单三五娘即出戏，内底四句联一拍拢讲去正啊。国情照例，同齐来念两拍，咱来趣味一下。头前第一拍，咱来讲单三手牙铁板连开声，泉州抹来潮州城，谈着九两水查某囝，囝担起一直行，铁板压咧沿路卡，顶尖下壁正喙焦，大甲镜头煞碰拍，即间就是五娘西装楼骹。这个故事就是对上元节来引起，单三骑白马。五娘对因兜售楼探头出来看花灯，因为迄天民俗专家咧研究，查某囡仔罕得有机会会当来看人赢硬果。啊，若无古早小食人啊，拢嘛爱关伫咧绣房内。结果两个互相一个伫绣楼顶，一个徛伫咧马顶，煞相夹目，小生看小段，真正目尾牵电线。经过时间真紧，明年来到5月初5端阳节。同款两个有缘分，搁再相逢。五娘前将手顶迄条手巾，将奶子包好，拼落去楼骹，互单三来做性病，袂输敢若定情之物共款。啊，单三就想死啊，就想讲搭要安那？黄加九两，这就是黄五娘因老爸的名。黄九两一个查某囝遮水，前四界去探访，问到专门咧甲黄家抹行的李公伯啊。李公伯真甲教步呢，毋只会单三，更加将囝担咧，手牙铁板连开声，泉州抹来潮州城，干那一直画抹镜，就是来到黄五娘因兜的绣楼骹。虽然顶尖下壁，日头晒甲正喙焦，啊，毋过吼镜头碰拍无要紧，因为五娘甲我都有意向，乃至包咧拼落去楼骹，只要做爱情平死也较强。毋只五娘伫咧绣楼顶，真正嘛听到有人咧画抹镜，伊伫咧想诗，伊伫咧想到迄天乃至拼落来楼骹，迄个郎君遮尔聪明，四句联继续来念，讲五娘赤绣绣楼顶，互阮触景甲伤情，绵日烦恼无路用，想起郎君的聪明。啊，前反复野春，野春就叫抹镜哥，毋知恁厝住伫倒。功夫毋知歹也好，到底会晓抹也无？就是五娘想着讲，应过迄个聪明的郎君，心内伫咧怨叹讲林大片已经来阮兜讲亲情，听到人咧抹镜，咱兜的镜都无啊。反复野春就去楼骹，野春一个狗娘看到单三，假作是抹镜哥，开喙就甲问，讲毋知你功夫歹也好，到底会晓抹也无？单三五娘的故事，一幕过一幕，若有机会者，国情解文说字，搁来捡四句联出来，甲你互相探讨。